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8月的第一天胡适就来了个开门绿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小幅收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37%，深成指跌0.17%，创业板指数跌0.2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3400亿，这个缩量比较明显这一次就感觉这个量还是有问题，这个没有所谓的热点这个热点轮动太快，坚持不了半天但是对这个金融消费者来说今天恐怕感受比昨天要好得多，因为今天是3307家上涨，1909家下跌，就是涨多跌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交易日这3-4个交易日都是出现了尾盘就是午后一波又一波的杀跌，就是走低，跟上个月或者上个月不太一样即便是这个盘中有跳水尾盘都会收起来，但是这几次好像不一样了，有点像那个下楼梯式逐级走低这里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成交量，如果成交量萎缩到1.5万亿以内那你就要担心这个沪指是不是在做双头，如果成交量维持在这个1.6就是1.7 1.8亿这样的，那后面恐怕还有机会，毕竟3600、3700这个位置是胡适10几年来形成的这么一个震荡箱体的顶部，这个上面压力比较大，套牢盘比较多。不过有机构说说8月水牛行情有望向全面复苏牛演化，7月份是叫水牛行情是吗？这个一个叫九信投资的说水牛行情依赖资金流入，若散户和机构资金动能减弱，或政策宽松预期落空，如货币政策不及预期，市场可能会出现回调。因此他说8月可能是本轮行情关键的观察期，若8月基本面出现结构性改善，如消费复苏、科技业绩兑现，这个恐怕都要失望消费复苏8月份怎么能突然消费就复苏了呢？科技业绩兑现怎么可能在8月份就兑现了呢？所以他说水牛行情有望向全面复苏牛市演化，水牛到复苏牛。说到这个盈利工信部给出了一个数据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9613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较1到5月提高2.2个百分点。什么意思就是咱们的互联网产业今年1到5月份1到6月份同比是增长的收入然后6月份比1到5月份那个增速还要快，看上去是个好消息就是互联网企业。但是他下面也说了，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3亿元，同比下降8.3%，降幅较1到5月扩大了6.1个百分点。什么意思那就是咱们的互联网企业叫增产不增收，收入涨了，但是利润是暴降你看上面是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1%，增速比1到5月提高2.2个百分点，但是利润同比下降8.3%，降幅较1到5月扩大6.1个百分点。钱多收了，但是利润大幅度下降。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48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较1到5月回落1.5个百分点。我们引以为傲的整个互联网企业上半年也只有9000多亿收入，不到1万亿上半年净利润不到800亿，就是700多亿人民币我看了一下那个苹果好像上半年是940亿美元是利润就我们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加一起赚钱能力都没有苹果一家厉害。我记得高盛说咱们的这个什么科技股要比肩这个美国的什么七枝花，咱们在以前节目也说了，本来我还相信了高盛说的嘛，结果我一看咱们的科技股是谁拼多多、百度被高盛列为咱们的科技股，这不是高级黑吗？这哪是在唱多咱们中国资产，这妥妥的高级黑。美的的一个亚马逊无论它是收入还是利润还是它的市值，就一个亚马逊不就是卖东西的吗？电商吗？就它一家，吊打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把你加一起都比不上那人家一家。这个亚马逊对吧，在搞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很少用它是主营业务在干啥？它送外卖吗？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这个京东、阿里巴巴、美团这叫外卖大战，这
不亦乐乎啊。实际上啊，6月份、7月份开始外卖大战，恐怕是拖累这个互联网企业利润的这个原因之一啊。我也只能说是原因之一，补贴嘛。所以你看啊，它那个订单是越来越多啊，所以收入越来越大，但是利润对吧是暴降，因为它补贴啊。我们引以为傲的移动互联网不过如此。你说说其他的行业，恐怕这个更加不堪啊。这个深蓝财经啊，昨天他有个报道说，监察风暴来袭，17位 A 股一把手被留置，已有人被刑拘。这个上市公司的一把手组团，对吧？被留置，请进去喝茶，配合调查。这场监察风暴已然刮向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也不例外。最新的案例发生在昨晚7月28日晚间，世明科技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陆启被启东市监察委员会留置。这个世明科技啊，恐怕咱们很多网友根本就不知道它干啥的，这不重要啊，干啥的重要的咱们要知道它是光刻胶概念股。反正每次一搞什么芯片 AI， 只要一涨这玩意儿它也跟着后面涨，它非说它是光刻胶，实际上它这个光刻胶啊和那个用在那个光刻机上的光刻胶概念是两个事情。根据上市公告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多达18家上市公司的19名高管被监察机关实施留置措施，除生物业 A 副总经理陈宏基、中福信息副总经理孙强外，其余17人均为上市公司创始人、实控人、董事长这类一把手，其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家居业三巨头：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鹏、富森美创始人刘斌。值得关注的是，7月18日，亚甲国际发布关于公司董事长被留置的进展公告，披露郭伯春因涉嫌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已被刑事拘留。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啊，说被留置的原因包括涉嫌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严重职务违法等，这表明部分高管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为谋取私利或不当利益，违反法律法规，既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又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作为上市公司，应该是规范治理的典型，其董事长、高管层更应以身作则，合法合规经营，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个让我想起了啊，感觉这个胡适啊，都是一群犯罪分子在里面操控啊。这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逮了18个创始人和高管，对吧？前不久这个居然智家的创始人王林鹏刚解除这个留置，还没解除啊，对吧？刚放出来，结果他就走上绝路之后，家属收到通知说解除了留置措施，对吧？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需要知道了，咱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胡适啊，这里面犯罪分子的比率有点高吧，浓度是不是太高了？这说的是创始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我们再看这个参与游戏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好人呢？这个华夏时报报道啊，说90后操纵股价被罚没2.7亿元，后续说状告证监会败诉，面临刑事追责。2024年3月，浙江温州90后男子王斌因控制87个账户大肆操纵电光科技股份，被证监会罚没共计约2.7亿元。罚单公布后，一度登上微博的热搜。华夏时报记者近日独家获悉，由于不服证监会处罚，王斌先后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罚决定，最终均以失败告终。2025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审落追，维持1审判决，驳回王斌的诉讼请求。北京高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证监会处罚决定的相关认定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判决书还透露，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根据证监会移送的资料，已对王斌等人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立案调查。这个罚款是小事啊，2.7亿罚款了，但是啊，刑责免不了。这个经侦啊，只要一立案一调查，就肯定是妥妥的啊，跑不了。对这些胡适里面的啊违法犯罪现象，无论他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还是高管，还是金融消费者，都应该采取这种高压态势，不仅要罚得倾家荡产，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啊，你这个胡适才能慢慢的规范起来。昨天啊，本来在节目里面要插一个人大副校长啊吴晓球的一个关于胡适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后来忘了，今天啊给补上，大家看视频。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几乎没什么成长，或者说成长相对非常缓慢，当然和它的认知有关系。一旦对这个市场认知说它主要是一个融资的市场，而就不考虑这个市场资产的收益、风险的平衡性的话，这个市场当然不会有成长性。我昨天还看到国有新闻发言人在某部门的部长发言，他还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帮助我们这个行业融资了多少。各个地方政府也会说我们今年通过 A 股市场又融资了多少，这个都是传统的观念。关键是你为这个市场创造了多少财富，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融资了多少。这个市场不是一个慈善市场，它是一个风险市场，是个投资市场，它的收益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过去的认知是出了严重的偏差。今天应该说我们认识到这个市场真正要发展的动力根源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投资或者财富管理的功能，来自于这个市场的资产和它的风险市场相匹配的风险收益率，它必须是存在的。如果这个不存在，这个市场它就不可能成长起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论述，这就需要对这个市场的结构进行改革，要让这个市场的资产能够达到风险收益的水平。那什么样的企业可以达到呢？首先是可预期的、有成长性的。对高科技企业或者说科创性企业，它就慢慢变成主体的部分。这个也是从这个逻辑上能得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重视科创板，也包括创业板的企业的发展？它的逻辑就在这里。所以上市公司的结构以及改善我们的供给是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供给发生了变化，那么需求端也要发生变化。需求端主要是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资金的规模，以及它是不是有源源不断的能够寻找风险收益率的资产，这个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各项政策都是对这个市场是采取限制性措施，比如说很多资金都不允许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不可能有成长性。最近一个事情，金融改革的重点是拓展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渠道，让这个资金变得更加多元，特别是让大资金、长期资金能够有序的进入这个市场，这是改革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改善它的一种环境。当市场出现了巨大波动的时候，要有一种稳定的信心、稳定的力量要存在。这个稳定的机制和力量不见得时时出现，但是它要在那里，也就是有一种力量始终在关注着这个市场，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央行。如果央行对这个市场漠不关心，它也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但它站在那里就够了，它不见得说要做什么事。当然，它要创设相关的工具，通向资本市场的相关工具还是要存在的。用不用暂时别说，但是创设工具很重要。也就是说呢，我必须要挖一条渠道，要通向资本市场。这个渠道里面的水的流量多大，根据情况而定。如果你连这个渠道都没有，那你是没有影响这个市场的能力，而且投资者觉得你都不关心这个市场的波动，就会大大的加快。6月24号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就建立了一种央行和资本市场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风险底线的维护。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创设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当然使用了，但是规模不是很大，它对市场信心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会发现这2个改革非常重要，前面一个是常态化的，包括险资在内，增量的部分的20%都要逐步进入到权益类的市场、股票市场来进行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社会还有一些观念没有突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大学的校友基金会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校友们都捐了很多钱。中国的校友基金会的理财能力很弱，因为它有一条它是不允许你进入这个市场的。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对资本上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的全面正确。这是第2个改革，就是我们市场的流动性的安排要非常充分。看过我这个做自媒体第1期节目的啊，也就是2021年7月30号吧，正好4年前，对吧？我的第1个节目就是胡适的，那个时候我的观点就跟吴小球啊这观点一致，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说我们这个胡适啊，它是以融资为目的的，不是让你来赚钱的，它是为了解决很多企业融资难，最早是为了解决国企融资难，后来发现对吧，国企也差不多了，就变成民企也能上，民企更有融资问题啊。这个资本市场如果它仅靠信贷啊，就是靠银行就是信贷嘛，信贷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有抵押物，有抵押物的话，对吧？那就跟你现在是这个社会上的财富有关系，对吧？你想贷1个亿，那你手上得有2个亿的房产，是吧？你看这种融资方式虽然保险，但是它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搞资本市场，就是股权融资。股权融资没有抵押嘛，那就是大家评估，我觉得我这值80个亿，你要1半是吗？那你掏40个亿啊，就这样，就是大家来认可。
就比如语数机器人，它是啥也没有的，没有盈利，对吧？没有订单，或者订单很小，但是人家估值已经200亿了，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对吧？你看好，那你买啊，就这样，很多人还买不进去。你看，这就是资本市场魅力，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啊。所以我们这个胡适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的，最早是为了给国企解困，最早为了这个四大行上市啊，大家知道吧？四大行上市，那个四大行的坏账太多，没有办法。成立了4家资管公司，这4家资管公司就分别对应4家银行，把它坏账剥离出来给这些4家资管公司，然后这些4大银行它就轻装上阵，它那个资产优质资产留下了，这样好上市融资，对吧？补充它的资本金。所以这么一个市场，在我们监管者的脑子里面，就是他天然的认为这个就是融资的，所以他第一目标啊，他要维持这个融资，只要能发出去 IPO 就行，别给上面找事，对吧？你要涨到6000点，万一往下一掉怎么办？导致不稳定。就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如果你是对吧这个在位的人，你人为的把胡适拉到1万点，那是什么一个场景啊？那我跟你说，连这个你扫地的阿姨你都招不齐了，因为人家都在炒股，菜市场都没人好好卖菜了，工厂的拧螺丝的你也找不到了，因为人家借个20万放股市里面，一年就能挣40万，你拧螺丝能给他多少钱呢？也就是说，韭菜想在胡适里面赚钱，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呢。但是这个胡适他也不能垮下去，垮下去他就失去了融资能力，对吧？他的就是融资的这个功能就没了，那这个市场要着它干啥呢？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市场一直被拖在3000点上下，维持在那儿，然后开始对吧融资 IPO。去年今年恐怕这个监管这个思想解放了一点，认为啊维持在3000点融资这个太危险了，动不动一下去就2000多点，说这回我们搞高一点，对吧？搞到3300点上下融资，就是上下浮动，看上去好看一点，观感强一点。2级市场融资功能，对吧？一旦丧失，也就是不能 IPO 的话，那1级市场就完蛋。而1级市场里面有很多是地方政府的钱，有很多是权贵的钱，对吧？各种机构3块钱买进去的，等到它到2级市场一上市，变成30，人家轻轻松松赚10倍。大家还记得那个蚂蚁金服要上市，都是谁进去了吗？央视，对吧？还有很多那贪官都是进去准备赚10倍的啊，他只要一上市，至少赚10倍，有的赚20倍。而这一切10倍、20倍、30倍都需要胡适里面的金融消费者来买单。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太绝对啊。一个市场怎么样会让消费者能赚钱？那就是你这个胡适里面还真有10家8家的，或者是有个20家，反正有一批吧，就像美国的七枝花一样，那科技股。那玩命赚钱真的能带来很大的利润，然后你那个市场才不是零和博弈啊。正因为咱们这个胡适啊，它的功能是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所以这个咱们很多公司啊，它从注册的第一天开始，它就奔着上市来套现的。正因为大家对吧心知肚明，都是奔着上市套现，那就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吧？你欺诈上市，我财务造假，咱都是奔着上市啊。只要一上市了，那咱就财富自由了，都是奔着上市来的吗？你以为他们上市是为了送温暖是吗？是回馈社会是吗？他不就是想要金融消费者来买单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这欺诈上市、造假上市比比皆是。他上市完之后，他为了保留他的这个上市主体，接着薅羊毛，接着割韭菜，他得玩命的保壳。不能退市，退市就没得耍了。不能退市怎么办呢？那又得造假。有一定的财务知识的啊，学过会计的都懂，就是一旦这个企业是造假上市的，那么它必然好不了。也就是它那个报表啊，就是基因里面就已经造假了，后面啊，它只能一直假下去，总有一天它要暴露，就这么个事。因为那个财务报表是连续的，你不能说我前3年做完了，前3年一刀切，后面重做，对吧？从3年以后咱们重新开始算，那不行。所以你只要前面造了假，你这个假就一直带到后面。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胡适要想走牛啊，目前是比较难，对吧？它得具备几个条件，这是我一直说的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监管体系是不是很完善，对吧？你说那个监管的那个村长啊，下面那些人都抓了多少了？这些人对吧？他们是坏人，你让他来监管，你指望着有什么好结果吗？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的监管体系是不是很完善？第二个，你这个市场到底是干什么是用的？你说我这个是公平公正的一个市场，我不是为了解决融资，我也不是为了让这个赌
赌徒来赚钱，对吧？我是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交易市场，你双方的按照我的规则来交易就行了，对吧？我既不提倡融资，我也不刻意去提倡说谁去赚钱，赚不赚钱那是市场的事。然后你这个市场的主体啊，也就是上市公司，你真的有几家或者是一批啊，几十家，美国的那个七枝花啊，即便你没有那么好的公司吧，那你就茅台也行啊，对吧？你多来几家茅台这样的企业也可以，它盈利嘛，它赚钱很稳定。但是咱们胡适啊，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大半吧，好像是那40家银行赚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结果40家银行赚的利润就占5000家上市公司的一大半，也就是大部分公司根本就不赚钱，这里不知道干啥的。而银行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利差是不是越来越小？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不良率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老想让胡适走牛，对吧？有喊8000点的，有喊10000点的，有喊你现在不买，未来30年后悔的。最后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今天又评论了一下这个武大图书馆这个性骚扰事件。当然这回他主要是又是给予这个武大校长啊张平文说啊还要等上级安排。这个胡锡进老师又给予了理解啊。胡锡进老师从最初的啊支持网暴这个女的，哎，这个大家拿探照灯拿放大镜去查这个女的的这个论文，到现在你看逐步的啊，感觉到好像这个就是越来越平和吧。本应由一个学校单决定的事情，需要等上级的安排了，原因可以理解。你看这胡锡进老师说了啊，可以理解。如今网上舆情汹涌，武大怎么回应都会面临舆论反馈的不确定性，事情已经关联到全网。胡锡进老师说啊，我们的社会太大太复杂，基层矛盾非常多，互联网上的舆情此起彼伏，而且有一些事情难分绝对的对错，怎么处理都会有一些人不满意，因此官方不可能包揽对所有纠纷定性和处理，有很多纠纷应当依法在民间自行消化，说一时消化不了就让时间来冲淡，就是时间来解决一切。胡锡进老师的意思就是过几天反正这事就过去了，没人再关心了，这个态度也不对啊。说官方对于存在一些纠纷和相关舆情，我觉得无需过度看重，存在一些波澜，这是舆论的正常生态。这个胡锡进老师劝武大校长啊，你心大一点，不要怕，这个事情啊很快就会过去，你该出来这个回应就要回应，不要怕人家骂你啊，这个是舆论的正常生态。他说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韧性和承受力，那样的话舆论场的大事会自己消化成小事，否则的话可能反过来小事变成大事。武大图书馆的纠纷也有法院判决，但后续怎么处理都会有一些人反对，不过只要依法依规来，有一些反对声其实无碍大局。这个胡锡进老师说的啊，就是在和稀泥啊。我觉得这个武大啊，他首先他处理这个肖某某，现在呢，对吧？这就大家呼吁他撤销肖某某的这个处分，哎，我要等上级安排。说来说去啊，这个胡锡进老师有一点说对了，也就是武大被网暴绑架。那么这个武大他在处理这个肖某某这个事情上面，他是为了迎合网上这些暴民，对吧？他上一次处理那个肖某某，那是为了迎合一批暴民，哎，他给他记过。这一次为了迎合另外一批暴民，哎，他要对吧取消这个撤销这个处分。过一阵子如果翻过来了，这案子又翻了啊，那武大也再一次把这个肖某某处分一遍。哎，因为网上又要求他处分了，那你这武大在干啥呢？所以说从一开始武大就犯错误了，就不应该迎合暴民的这个情绪，对吧？你处理这个肖某某就要实事求是，板上钉钉，对吧？依照你所能取到的证据，根据你武大的这些校规校纪，以事实为依据，以武大的校规校纪为准绳，处理就完了。那么不管以后这个舆论怎么翻车，对吧？怎么变，你武大没有必要跟着舆论后面起舞啊，对吧？也就是说你要经得起考验。所以我觉得武大在这个事情上面确实犯了错误。他一开始为了迎合这些网上舆论这些情绪，为了他自己也说了，对吧？有记者采访不是武大说了，为了息事宁人吗？你看看你本着息事宁人这个态度去，最终啊既息不了事也安抚不了人，非常被动。所以说啊，武大处理这个事情不能一错再错。这个实际上给这个胡锡进老师说的，给这些机关单位一个警示。什么警示？一个处理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你不要迎合。实事求是了，你被骂也无所谓，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啊，你被骂呀，你心大一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